嚟到重量組今日嘅 final 決賽，咁啊俊哥、飛哥、豪哥、Sam 叔、思豪、Alex、Jack Wong、Marty、輝哥、江哥，跟住最後嗰3位啦。俊就好有體育精神啊，冇晒體能都照去。呢個圈返嚟起步㗎啦。準備啊！俊哥、飛哥、豪哥、Sam 叔、思豪、Alex， 帶得幾靚啊！俊哥，預備起步啊！Sam 叔上咗去，追住飛哥，冇事冇事。卡塔又係你喎，成日鍾意打滑啊！而家繼續俊哥、飛哥。位置變咗就 Sam 叔、豪哥、思豪，黑色頭盔應該就係Alex。未有攞呀！你呢啲蘋果咧，思聰，你黐到囉柚咁咪有機。豪哥應該冇落嘅，又係咁嘅局面。啱啱預決賽個局面一樣，但係就3、4掉咗位。都係重要嘅一環啊！Sam 叔上埋去，Sam 叔做咩啊？俾力啊！
好平光。進哥大，冇理由啊！進哥應該夠力㗎，好似爭少少啊！進哥。啱啱衝落嚟，下面不變啊！進哥、飛哥、Sam叔、豪哥哥、思豪。平港呢，始終就即係大家縮短嗰個分野，嗰個分別，大家要鬥嗰個穩定性。思聰仲有幾多個圈啊？哇！嗰度沙塵滾滾嘅嚟做咩啊？我冇，有架慢車可能有變數㗎啦，少少嘅嘢就會影響大局㗎啦。進哥預備會接觸架慢車啦，睇下會唔會有啲咩事情發生啊！喂，慢車！哎呀，慢車要讓喎！好彩你識做。俾架慢車搞一搞啊！大家都冇着數啊，亦都冇蝕底。得返4個咋？阿思豪墮後咗啊！俾架慢車搞一搞好冇？因為你一墮後，你要追上去咧，真係有難度。架慢車識唔識做啊？仆街唔識做添啊！唔讓啊，唔讓！一定要黐箍行啊！邊個唔黐箍行？哎呀 ，Sam 叔打咗荷包！哎呀，飛哥殺咗上嚟！進哥！哎呀，而家緊張 ，Sam 叔入，飛哥入到。飛哥攞返第一 ，Sam 叔2車，進哥3車，仲有幾多個圈啊？有2個啊！Sam 叔擺，唔得㗎，
搏搏啦。拉屎好似係嘛？呢度刺激啊！翻嚟拉屎喎！啊？會啊 ，Sam 叔搏盡喎 ，Sam 叔有嚟。拉屎一個圈㗎啦，冇啦。俊哥上返嚟 ，Sam 叔擺。Sam 叔又擺，擺嚟擺去，撞三彎衝落嚟，好緊張啊！呢度2、3、4，搏盡㗎啦，搏盡㗎啦！飛哥頭車，俊哥2車。Sam 叔3車，豪哥4車啊！恭喜晒各位車手啊！今日圓滿結束，係有少少嘅意外發生咗紅旗，不過車手都冇事嘅，安全。